聲顯得更寂寥，難道我寧願他人好？最後連聲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得多麼少，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只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去。能愛好直到幾多歲？留住笑面，結果將裡面粉碎。亦太傷心，太着緊，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是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